上星期五晚金價嚟個 V 型反彈，好多同學仔問點解會發生，我都答咗好多次，點知琴晚仲有唔少人問，所以不如一次過同大家拆解埋，當中仲有啲值得學習嘅重點。之前都有講過，俄烏停戰協議象徵住風險事件完結。如果由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開始，3年內金價由1758美元升到歷史高位2956美元，足足升咗1200美元。可能大家對呢個1200美元唔太有概念，轉化一下，金鋪每兩金售價大約升咗港幣9220蚊，升幅44.2%。每手現貨黃金利潤高達港幣934440，一手用1萬美金嚟計，資金增長咗約12倍。當然金價升唔止因為俄烏戰爭，仲有其他風險事件影響，但呢場戰爭確實係主要推手，所以而家停戰，金價回吐係咪好正常？2月中金價試衝歷史高位，但衝唔破，之後動力明顯轉弱。2月26、27日喺2920美元形成雙頂，所以當時就計劃喺呢個位沽貨。開頭講咗停戰協議等於風險事件完結，正常劇本應該係開會達成協議期間金價回吐，但問題係今次開會又多咗好多離奇插曲，例如1. 俄烏和談會議竟然可以無烏方代表；2. 俄美關係曖昧，呢啲情況令我好懷疑呢次美烏會談係咪傾得成，所以我當時已經準備好止賺止領，一有風吹草動就會 send 出喊單群。最後我一路忍，等到金價回吐到黃金分割0.382為止，即刻 send 訊息叫大家止賺。有同學話：哇，你捉行情太神奇，但其實知道原理之後個個都做到，主要就係基本面分析。你見我都係用常理分析、技術面分析，睇住關鍵價位行動，值博率計算，評估風險回報，善用工具，利用黃金分割、形態等微調部署。如果唔想錯過呢啲教學，記得 subscribe follow 我哋啦。